2026年6月23日每日靈修，主的話語是我們的力量。590謹守警醒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務要謹守警醒，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，如同吼叫的獅子，遍地遊行，尋找可吞吃的人。彼得前書5章8節。小故事：有一個古老的寓言故事，一頭幼獅和一頭美洲豹碰巧同一時間抵達一座偏僻的水塘，雙方立刻為了誰該先喝水起了爭論，雙方越吵越激烈，誰都不肯讓步。此時喝不喝已經不重要了，面子才是大問題。雙方吵得都摩拳擦掌，爭個你死我活。這時，他們注意到一群禿鷹飛來，在他們頭頂上方盤旋，等着要看誰先倒下，就馬上飛下去。兩隻動物見狀一語不發，各自轉身離開。他們想到自己被狼吞虎嚥的畫面，爭吵的興致早就沒了。默想：我們是否很多時候為了自己的利益和面子，與人明爭暗鬥，不願讓步服輸？我們是否忘了聖經的教導，與神疏遠，而讓撒旦有機可乘呢？禱告：愛我們的天父上帝，我們是屬於你的兒女，感謝你愛護我們，免受一切的災害。我們知道敵人撒旦常常找機會要吞吃我們，求你幫助我們，常常以讀經禱告親近你，順從你的教導，成為靈命剛強的人，必能勝過一切惡勢力的侵害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